相公啊，咱准备啥物时阵要起行？也袂咧啦，你咧赶啥物呢？嘿，咱爱搁行真远呢。我知影啦，那金相公还伫咧困呢，咱是要安怎走？伊哦，哼，困到日头照尻川啊，还毋起来。咱做咱行咱的，莫插伊，要困规去，去困一个较饱咧。等下啦，甲金相公吵精神要安怎？哼！大梦随仙告，平生我注定。初冬春眠酒，盼我你弟弟。迄将哦，敢毋照？困到日头晒尻川啊，困饱还会唱山歌。金相公，老早吼，哎，韩相公，你哪早落去？无早啦，日头晒着骹只偏啦。哎，无啥物代志，加困一时哪有要紧？你无代志，人别人啊，咧甲你无代志。有别啦，嗯，去旁面桶水，通来互金相公洗面。是。相公，迄个互送你到开封的细店的朋友，是安怎那个半路全无去？哦，你是讲电兄？嗯，因为要紧的代志，要赶倒转去开封府去销假，所以才会先走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水来啊啦，请金相公洗你的金面。啊，多谢。颜春敏这个人，不但人真有度量，而且不拘小节，确实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。有别，嗯，去甲小丽准备一个早餐，通互金相公食。早餐哦，伊即摆日头已经伫要倒啊呢，食中昼嘛较差不多。中昼，好啊，中昼嘛好，甲我叫小丽来，我要点菜。哈，你要搁留咧食一顿哦？啊，该食时阵都爱食啦。敢讲阮应该都爱互你食？有别，嗯去叫小丽来。是。点小丽啊！点小丽啊！哦，哎呦，客官，有啥物烦恼呀？我甲你讲吼，你甲阮准备3人份的便菜饭。好好好。哎，等，小丽来。啊，什么代？我要点菜，嘿，你甲我摕纸墨笔，好。我念一项，你甲我写一项，好一项都袂使我漏掉呀。好，是。来，好嘞，来，你斟酌听哈。好。有别啦，上顶六子是草干杯，野山的人参甲我炖土鸡，野上凉青煮迄落猪仔头脆，点心才来一碗燕鹅糜。安娘话，迄皇帝咧食嘛，差不多安尼尔。菜甲我是炒凉下
算哦，我会你甲我煮清汤哦。金相公啊，有够啊啦，唔通搁叫啦！你若搁叫，都爱请人来斗食。食是乐，请是福，民以食为天啊！对对对对。山珍海味是杂味菜，也三斤上好是下毛菜，土豆甲果子是我拢无爱，饭后食果子去一半来呀！去传。金相公啊，你叫这若是要食饭的便菜饭，你这简单是咧叫大宴呢？对，大宴小酌。我要甲颜相公痛饮几杯啊！迄钱是送要出的，你要出什？钱财那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免计较啦。免计较好，才互你家己付哈。无要紧，我若是无照出钱哦，颜相公会替我出。相公伊，哎呀，有灭啦！伊是人客，咱是主人，当然是咱出钱的啊。我靠！来，颜相公，小弟讲迄一杯酒，愿你金榜题名。这金兄前途无限。多谢，干杯来！今日予你是多招待，未知予你来写兄台，写兄台。当时你乡未过你，异乡客地事有义，句句小事。言声实在太欠喜，太也欠喜。看因啉甲笑嘻嘻，一道大开舞的招钱，偷偷来去问小李，就猜总共我多钱，我多钱。拢总咋呢？10人两哦。对，咋呢？好食，我头叫，好食。阮身躯总共嘛才18两，一棍仔一顿食去10人两。小弟啊，爱啥咱唔食？来，金相公叫你一杯酒，我心咧疼，我即马食袂落，你留咧家己豆豆啊食。我家己食。店小李啊，我来了。店小李，这个，遐坐，来坐。我一碗饭菜。哦，遐坐。有。老李，我咧想我是足唔甘愿你了，一摆搁叫老五安尼拼去，我咧最酸，啊？而且即摆搁四弟甲咱失散去，嘛唔知影四弟到底是毋是有出嚟无地？这饭菜来哈，这菜来。多谢。小李啊，你过来一个。这个，有啥物烦恼呀？迄大个纸箩啊，甲我摕一个来咧。哦，做了啊哈。有袂你摕走了是要创啥？来，做了来。食无完的食的，甲伊包起来。来半路咱就通食，
阴暗咱嘛先一顿斗相共。你莫麻烦人好无？哎呀，生活不费，叫这么济，加油加袂完，老了倒去上嘛是真拍算。哎呀，莫搁包啊啦！啊，金相公食还袂饱，你是咧包啥的？哎，金相公嘞？金相公走去倒？啊，迄食饱吼，早就选去啊啦。哈，走去啊？我想，伊可能是有代志的款。遐若无讲要走的进前，无甲咱讲半句话啊。哎呦，相公啊，你都是伤过老实啦。亲像这款骗食骗啉的人足多啦，你后摆千万唔通阁去互这款白食客啊，甲你骗。哪会家己一个人戆戆，踮要遮看湖水咧？是毋是伫咧受迄只鱼鸟？大哥，你有搁伫咧笑啦？人是会担心嘛？担心？唔倒的别个呀，已经去开放要走找点好位。因两个人是，若是真是见面者，一定是免不了一场的拼斗。你是惊鸟斗过过鸟刺死？不管是别个呀，或者是点好位，因两个人绝对袂用有丝毫的差错。啊，对，因两个人拢是顶家未来的囝婿。大哥，你看这要安怎就好？你看我是要安怎咧？
我想讲要来去开封走一转，无定会当阻止因两个人的拼斗。跳位，万华，大哥，有可能外里无？大哥，李妹是安怎的？伊无伫咱厝内啊，拄则听见老燕讲伫咧讲看到外英看到行李对后尾门出去。大哥，因为敢会是去开封走找别个呀？真可能。王牛，行动能力老了。臭贼啊！爱牛牛，精髓伫咧内面，有本事做来摕。阿姊，你哪会来？我是专工来找你的。多谢阿姊你来救我。大哥是专门叫我来找你倒转去。唔爱转，你要来开哦。你是担心金无起的安慰是？敢讲阿姊，你就袂担心恁这命？阿姊，咱斗阵来开放好无？毋过大哥伊……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咱斗阵来去嘛。行啊，无喏，因为啊，行啊。王威啊，我是讲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参详。你参详哦？其实主要莫用到我的钱哦，什么参详都会用哩。阵仔若讲爱用钱，嘛免用到偌济。啊？要若安尼吼，连日才讲啦。啊，我今仔日吼，我哪底无闲，要搁出来去收一个笑。你小等咧！哎呦，阵仔讲你若有代志，嘛等下恁祖妈话讲煞要走你这。好啦，你著紧讲嘛，我都有在听嘛。我甲你讲啊，阮孙仔军营啊，甲咱金蝉无啊，你拍算什么时阵才要互因两个人成亲？这。是毋是也伫咧静听？是啊，就是伊爱冤话，叫我来请小姐你去的啊。秀，你敢知影讲是为着什么代志？也毋是为着伊迄个孙仔范君行。对，是为着咱两个婚事啊，表妹啊，我一个好表妹啊，你若答应来嫁我这世人哦，甘心为你做牛做马。好好来伺候你哈。
请请请。哇，杨相公，啊，是你哦，김相公啊。杨相公，真歹势，小弟前摆有急事，所以不过离别，请你多多原谅。哪里，小人绝对无见怪。这，免客气啦。哎，金相公啊，你大概敢食饱啊吼？还袂啊？哈，你还未食哦？我听等咱相公来斗阵要食饭啊。哦，安尼上介好，上介好。哦，啊对，金相公啊，迄顶一帮是阮先到天天来客栈，所以你毋知是人客。啊，即摆换你先到即间客店，换阮人客，所以你是主人哦。对，讲真对。小弟，我点菜。好，是。咱相公，啊，你要食啥个点哦？我相公，菜互我点，因为我较知影金相公你爱食啥物物件，哈？对，安尼互你点。小二，你纸摕一张较大张来，我念一项，你记一项，千万唔通甲我漏包去啊！你真足听啦。是。对，一项都无漏到去，搞点。搁煎一盘粉椒仔卵，咸菜甲我炒凉肠，其他的青菜你去拍算，我的你是要煮清汤啊？记住就好。你也弟，唔当袂记啊烧酒哦。一项都无漏到去。真高点，甲我顶一摆点的一模一样，一项都无漏到去。这叫做食人一斤，爱恨人16年。安怎？这个人有住伫恁的店内无？感觉到你面色啊面色你。哎呀，什么干那面色？你真足够想看卖的啦！伊吼，就是咸光岛的白五爷，伊的名叫做白玉堂，外号